现代台语译本箴言第11章：仁慈的人家己得到利益，残忍的人家己受灾害。歹人得到的工钱是空空，亚义的政治得到的报赏才是实在。坚持公义得到性命，继续做歹直到死亡。歪曲是非的心，上主厌恶；行为正直，伊所喜爱。歹人一定受刑罚，义人的后代会得到解救。有一人水若无明理，亲像金环挂伫猪的片。义人所喜爱，最后拢是好；歹人追求的，拢惹上帝生气。人若施舍，就若好业；人若放生，就若善车。爱施舍的如丰盛，帮赞人的得到帮赞。敦节五谷毋坏，会受咒诅；欢喜袂出，会受祝福。出来做好，会得到恩惠；追求邪恶，会拄到灾祸。我靠家己的钱财，会跋倒失败。义人为兴旺，亲像青翠的树叶。惹起家庭纷争的人，什么拢得袂到。憨人为做聪明人的萝卜，义人结的果子是性命。强暴的人残害性命，义人伫世间得到报赏。有做歹人一定受报应。